他们到有中央啊，有中央嘅，有中央，全世界，有中央，佢落起初來就是係字嘅。太細頭無強用嘅素養，都做得進行採樹嘅太樹誒。第沙拉沃海順地區嘅600公頃土地當行，主席廣東惠來嘅農民楊亞斯，種嘅旗下萬條嘅油棕樹。第沙拉沃油棕樹係等等福州樹以後，家是清好嘅作物之一。大家鄉親採下嘅沙拉沃主要種一種嘅油棕果，油棕果當成是其下嘅做得拿來炒來食，有間呢一個油一做拿來做應該糖果嘅棕櫚油吼，做嚟講拿來炒菜，拿來賣一號價差唔多新台幣1公升，差唔多做賣30-40塊。種油棕2年過後，就是嚟開始採樹誒，採樹期間，搭頭樹誒，搭10年至少做得樹成10公斤嘅棕油。油棕果經過提煉過後，還做得拿來準做柴油使用。啲石油加斯建議，還有環保意識見到經過嘅21世紀，總有加斯一停定起起來嘅。老實講，你係講喺度人唔係講熱下啲講一價錢唔會破起來啦。就講喺度啥，就講種到時啱啱見到起價咯。唔會好價咯，好價一好咯，都多種啲咯。楊亞斯啲家傳3代嘅農地當行，種過福州、烏尾、強州，還有包小。唔過佢前後輩選擇種未來家是情況好嘅油棕，喺國際石油家是長期看過嘅情形之下，可能未來沙拉沃因為啲石油產量唔拉以後，會變咗重要嘅青創業嘅產地之一。下個新聞，彭金樂、李一凡，馬來西亞採訪報道。